置業家今日同大家推介呢一間路邊屋苑嘅3樓連天台單位，生活交通樣樣掂，全新裝修直接入住，千祈唔好走寶。呢一間單位正喺大路邊嘅屋苑，樓下就有小巴站同埋鄰近鐵路站。呢間係3樓連天台嘅特色戶，3樓加天台足有大約1400尺，空間闊落過好多市區單位。全新裝修嘅細節真係夠晒貼心，一入屋就覺得闊落又溫馨。仲有落地玻璃窗，坐喺度嘆杯咖啡都夠晒寫意。再睇房間空間啱啱好，大房擺雙人床加衣櫃加梳妝台，仲有剩。細房無論做睡房定書房都啱晒小家庭。廚房係個開放式廚房，空間感瞬間拉滿，又唔使隔住牆煮飯。廁所都係全新靚裝，洗手台連埋收納櫃，真係又慳返一嚿錢啦。最殺食嘅肯定係大天台啦，一邊可以擺張戶外台凳，一邊種花種草，整個小園藝區。仲有個細儲物房擺雜物，擺掃把、晾衫架等雜物，天台就唔會亂糟糟。望出去仲見到遠方嘅綠景，冇高樓遮擋，呢一種 feel 係市區單位根本揾唔到。仲有個超貼心嘅配置，全屋有3相電供應。想用即熱嘅熱水爐，其他大電器完全冇問題。而家呢間3樓連天台全新裝修，交通便利，約1400尺嘅村屋開價先430萬。呢個價位買到咁大空間加獨立天台，又齊全配套嘅村屋，真係抵到冇朋友。有興趣嘅你哋，不如打個電話嚟置業家約個時間，實地感受下。如果想留意更多村屋新盤，記住 like 咗條片 ，share 俾你班 friend， 再 subscribe 我哋置業家個 channel 啦。如果想留意更多村屋新盤，記住 like 咗條片 ，share 俾你班 friend，再 subscribe 我哋置業家個 channel 啦。